跟住落嚟就 program 1嘅5號功能，呢個咧其實係解一種呢一隻咁嘅我哋叫 sequence 數。咁 DSE 有隻數列就係咁嘅樣噶嘛 ，AN 加2等於 AN 加1加 AN 咁樣啦。咁咧通常咧呢度有兩個數字乘咗呢個 AN 加同 AN 嘅。喺呢個 program 咧，即係假設嗰兩個數就 P 同 Q 先算啦。你首先入兩個數字先，就係入 P 同 Q。入完之後要再入多兩個數嘅，就係入咩？就係入兩個連續項，即係入 AN 同 AN 加1。舉個例子，例如我哋入 A1 同埋 A2，然之後會出啲咩？就會出下一個數值嘅，就會出 A3 嘅，即係出 AN 加2。咁我依家試一試呢個例子先啊。個讀記 program 1嘅5號功能，呢條題目咧佢係1個 AN 加1加2個 AN 嘅。咁我會先入1同2嘅，所以因為你記住係入 P 同 Q， 即係呢兩個數。咁入完之後咧，我就入兩個連續項。題目俾咗 A2 嚟嘅 ，A2 係12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有 A1，我就有兩個連續項啦。不過問題條題目問 A1 幾多喎依家？咁我唔知 A1 噶嘛。咁但係呢度有得俾你揀嘅，呢條係可以塞個答案入去試嘅。例如 A1，我當係10先算。咁我哋就入10同埋12。咁我試下啦，10、12。咁會發生咩事咧？嗱，你見到呢度32呢個咩嚟嘅咧？呢一個就係 A3 嚟嘅。話緊俾你聽咧 ，A3 就係32。呢個題目俾咗另一個線索嚟啊，就係呢個 A5。A5 係126。咁我繼續撳咧，嗱呢個 program 嘅特別之處就係我繼續撳嘅話咧，就會再落下一個。例如我再撳56係咩嚟？係 A4 嚟嘅。A4 係56。咁我再撳就呢個就 A5 啊。A5 就120。嗱你見到因為依家 A5 係126，呢度120。咁即係話呢個答案係唔啱嘅，呢度就唔啱啦。會唔會係 C 咧？11咧其實，我試下重新讀過呢個 program，我嚟一次啊。program 1嘅5號功能，再講多次啦。你係要入 AN 加1前面嘅數字，同 AN 前面嘅數字，咁即係呢度1同2。咁我照打1同2啊。再入就係入兩個連續項。嗱，今次我就試下佢係11，咁我入11、12。咁呢個34咩？咪就係 A3咯，下一個啊嘛。我再撳 A4，下一個就86，下一個58，再撳呢個就第5個啦。佢話俾你聽 A5 係126，咁咪啱咯。咁所以其實答案係 C 嘅。你不斷咁撳咧，你就可以不斷揾下一個。嚟 A6 就242，A7 就494，A8 978，咁係方便你不斷咁揾下一個快啲嘅。